来看基隆市长赵国良向罢免的这个案，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二爸去基隆，甲赵国良斗殴烟。伊强调讲是有一寡民进党的政客为着家己的政治路，才会遮尔恶质去讲罢免。也若支持罢免的团体是持续伫咧行路，甲民众安怎回应基隆市选委会寄的罢免查询单？强调不希望行政机关的无中立，历史从基尾都要行向司法的程序。看到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来到基隆的国会改革说明会，听基隆市长谢国良，支持者拢用热烈的呼声甲欢迎。因为罢免谢国良的拆龙行动持续伫进行，连胜文二爸特别到基隆听伊，强调反对政治目的进行恶劣的罢免。以政治为目的，这种恶劣的这种罢免的行为，因为这个并不是为了基隆人，也不是为了基隆的未来，而是为了民进党。而是为了某些政客的未来才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当然要站出来反对。现在到未来的选务都要花好几千万，我们只是匡列部分的预算，应该没有说它的明确的使用目的。我觉得可能讲这个话的人是别有用心。对于是不是偏离基隆选委会25000份罢免查询单的预算，谢国良是讲经费是要做未来选务使用。另外一边，拆龙团体持续伫街路教民众安怎恢复查询单，对于谢国良的回应无认同，批评讲这种预算的偏离方式凸显市政无严。这边也要请谢市长好好的去思考，如果今天其他市政是同样以这样的方式去做编列的话，那是不是代表基隆市政府在整体的运作上面是非常的松散？就是依法中立来做第二阶段的查询作业。至于份数，我们不能告知。对于8月7日是不是恢复查询单的最后一天，拆龙团体是讲，基隆市选委会用无恢复查询单等3度9段样态，无希望行政机关的无中立，第四到尾都要行向司法程序。基隆市选委会讲一切中立，依法进行查对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